800岁在第10日，除了继续抢救纾困的民众，在民嘅安置同重建工作也要开始。营建署今年表示讲，为做到照顾在民嘅税务同生活方嘅需求，政府会提供生活补贴，轻度一户是得2到2万5。風災過後，搶救嘅工作將會結束。接下來是在面嘅疏導香港安置工作。當到嘅在面冇保好大，馬政府全力照顧受災嘅民眾，提供漂浮補助方案。一户如果不滿3個人，這個戶內是5個人為限啦哈。那每一個人是3000，最多5個人。那換句話說，你可以領到15000塊錢。除了照顧在面大嘅市區，如果會提出嘅800零工作案，也要為救災嘅工作繼續進行，至少推動大量嘅救災人力，所以將本年嘅計劃10年補充到1年。88零工專案啊，這個好像只有半個月的時間啊。那現在呢，這個勞委會啊，勞委會副主委也在場啊。那麼他這個注意到這個問題啊，他們現在當場就把這個時間呢就延長為1個月。1個月以後，事實上就可以銜接到環保署這個勞委會其他的計劃型的這個就業方案。在後重建會展會展示順利，風災過後而重建家人，除了而整合規律資源，國際嘅天數也總得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嘅指揮官毛時貴表示，下晝美軍 CH-53重型直升機已經來到台灣介入救災嘅行列。我國軍方強調，美方希望台灣大條，而且用呢套救援為主。下個新聞分區分提出至台北報道。